还记得我头看向蓝天的感觉吗？也是东台湾的天空。看到本人当书上的蓝色，才发现俺的蓝色当久没看到嘞。恬清的山，温柔的风，用心去感受。無論喺生活當中遇到幾多嘅困難同煩惱嘅事情，都做得暫時放下來，呀，就係大自然嘅美好。今半日，我哋來到花蓮嘅最南端玉里鎮，拜訪一位台灣大成級嘅綠樹子。啲嘅樹項冇種唔好、種唔上嘅植物，韓國佢也以成人嘅工作同生活，就係種樹嘅。佢生來有幾愛種樹嘅呢？我林務局創辦34年，培養嘅樹養上2人頭，歡迎大家來到我嘅江綠世界。看起來當老師嘅吳正勇，唔少基本大家熟悉，大家還真嘅冇機會去了解，佢是喺全台灣大頭名嘅樹嘅博士哦。也特別就係我大醫沙氣，也特別我哋大醫就係2年間工商使用的大禹治水的大禹聖地。啊，咧沙氣也特別樹嘅就係我哋沙氣建設計劃嘅合作。啊，咧特別就係咧種有樹就我哋我成日咧對水家下，特別種嘅樹呢個，家係題目就係講去做800種樹，成日咧生量。啊，到佢學校讀書噶，佢就做得下課，全都不靠喺團隊，當天時人嘢，佢就做得到咧生了量啊，將切困難，將轉，20多年樹嘅命嚟跳咧。吳正勇唔但唱為自家成人嘅種樹嘅，還靠為全社區嘅人種樹嘅，因為佢一切都同規嘅社區盡做係佢嘅大花園。也係樹嘅學院按照挑戰嘅啦，嗰個叫青江里，也係台灣重要嘅樹嘅一種。學院呢，江山可以嘅嗰啲，所以就用到腳跳啦，多嘅嗰啲，也就會做多柄嗰啲，只可以吹了。因跳過老人家特別講政府18項，8項都是腳跳柄，所以我本身呢，認識咧也係吹了個。我呢個腳跳柄，到底嘛係做，就係咧種樹嘅做，所以咧都樹嘅當嚟。你普通嘅正條嘅樹嘅嚟講，你差唔多用嘅半年1年都淨水都冇睇嘅，而家用嘅多你3年多，所以仲有一點就本身呢去認識你係樹嘅做乜嘢。從細喺副卡天樹做田社嘅吳正勇，對種樹嘅有一種生下來就有嘅熱情。喺啲林務局玉里工作站服務為34年，退休過後，佢還喺林開野稻植物。我哋苗圃係我102年退休後做。那本來係天的改做沒有譜，因為我是個學生裡面課，我上班沒做了，所以我哋要介紹講，我哋特別培養嘅特別樹種，你按照我已經牛樟啦，講學按照種秧啦，去電動，你係政府透過做解種秧股嘅材料，為滅鐵的，所以呢冇法度天然氣、傳染下去，所以我用人工來做，啊人工來做，你若用樹葉呢吼，佢會變種，所以我用到了。插枝來做，佢當唔會變種，所以咧種秧啊，也都係台灣3國風，也都係呢楓樹地背呢，唯一唔會楓葉嘅就係呢種嘅楓樹，佢咧你也對台灣咪當少咧，所以我保護佢咧，所以我都嚟做起來。啊咧
同吳振勇講到種樹會嘅話題，伊就講唔會停。一方面係因為佢完全樂在其中，唔過更加重要嘅係，佢決定想要同所有嘅種樹嘅知識還有經驗，同更加多嘅人分享。你都沒有普生的意思，就是講，鼓勵人種樹嘅啦。不過伊若種樹嘅，樹用冇垃圾就是的。所以我哋培養嘅樹嘅，落一半冇重要，我培養學習，你種落去。照顧一下，你咪下強送到，要按抬頭咧，要按習性，抵抗環境嘅能力咧下強。談香咧，談笑本來唔係台灣嘅東西啊。不過你哋韓版人，世界兩樣嘅資源都越來越少，所以你要自家培養，啊，你培養幾條那一般樹嘅冇重要，會幾乎都拍曬個幾就唔上，幾來單獨幾唔會上，所以兩種樹嘅都會用兩種嘅假好，不幾乎當不會寄生植物的地主都出來，所以我就兩順頭兩做實驗都會做兩啦。一唔係講any當強，唔係咁樣去，我哋當到練沙，弄到學員嘅幾多學種唔會好，要麼種啊實體，要麼種啊實體，嗰就係冇了解樹嘅到幾嘅關係。你後背一搶石頭，你就實體。我意思講，我學了我改革當時，改革你的問題㗎哦，你唔是講切唔到我做唔錯，哎呀你嘅投資會浪費。看到你做好，我心覺都好。工作種樹會，退休種樹會。吳振勇的寶島土地鄉10萬公園，為台灣保有豐富多年的樹種資源，奉獻本後代人，也就是傳承的意義。苗圃盡量都係講台灣較少嘅，較為密體嘅，甲較重要嘅樹用咧。像到現在你看的種樣，風頭蠶、炭鍬，你也都要燒費當欠嘅材料。啊，不過你也冇做，你要用進口，係咪進口冇咁樣嘅噻？所以你要自家做，你也做，都係留本後台講，佢係咪有兩樣嘅材料，我做了基礎本事後上因。樹嘅幾多價錢，我唔要算，因為我唔是做生意。今日唔係我係方向，我係方向嚟講，樹嘅種起來，本應種被長，種被摘，即係工業效益度上，呢啲空氣後台人要好嘅材料好用，唔係講你一條幾多錢，梗係唔曉。亦有機會，吳振勇就會到各地演講，講其種樹嘅心得。同佢拜師學藝嘅人，要當到大學教書，甚至有企業嘅帶頭家。不過吳振勇最滿意嘅學生嘅，就是自家嘅榜樣。Hello， 首先我哋介紹一下，兩隻特別我不卡主辦，依個賣我退休後生意咧要睇咧，冇都不卡當落去讀書嗬，我收兩隻學生嘅，所以你係記得做了種樣嘅門徒嘅。門徒咧就下功夫，見會見好咯。你莫講講你樹根啊不等，人產等也不等你做嘅，因為你苗圃嘅就當本，你咧種落去，你也浸水浸了死了，大咩？所以你當到樹嘅種，死就係了，大咩？你唔會排水，你若剪體嘅見會等嘅，佢哋上口啦，密合了後嗬，佢就一基本3地以上，佢唔會打傷。你要盤得來攞去見收得見，你當佢上線見來，當佢生長就會下好。見咧，看到你園子點清的草地，老公嘅順風做事，雖然畫面看起來溫潤和諧，不過我還係想問問，對先生差唔多同所有嘅時間同精神都拿來種樹嘅咧，其實抗議過嗎？我困機哦。種樹該專注的神情，來動欣賞佢安樣的做事的態度。而且我是還有欣賞的一件事，就是說哈，別人種不活的，或者是說不會的，只要放在我老公的手上哈，他就可以把它救活了。我常跟他說哈，你就像是
好像是一个树的医生一样啊。唔止係先生教到太好誒，還係李延志其實也係天生嘅園藝專家。從年聽啲老公嘅順風，受到假影響，李延志咪投入到種樹嘅世界。这里是我专属的园地，里面种了好多我好喜欢的植物啊。最主要我会投入在这个植物里面，是因为孩子长大了，到外地求学，那时候的生活重心不知道做什么，我自己发想说，希望找事情做。那因为我以前有协助先生一起育苗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想说我自己来试一试。我从无看顾它慢慢的长成树，我觉得发现我真的做到了，我非常的开心。我每一次看到从种子育苗出来，然后一直长成小苗到大树，其实我真的非常的开心。其实我觉得在这心情的疗愈非常有它的作用。每次到我到自己这个园地，即使是我自己一个人哦，我还是非常的开心。我很专注在看顾的每一棵小树苗，就像在看顾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吳正勇一直以來嘅信念係，種一條樹就係七葉豐富。佢也相信自家嘅幸福家庭就係用心種樹嘅，將會種出很多嘅福氣。恁講恁係手土啊，恁就認真種，甲伊家用手，因有忙土不用，恁有送到這，甲漢那點，唔講漢冇講，明白？我緊認為講，咱若好做。樹嘅總比多，總比降，富人大家，我相信吼，生命嘅部分我抬個降不樣，抬個好不樣來。樹大就是好對啊，一片看起來無按整齊嘅樹苗，其實係兩公婆努力嘅成果。唔單淨係因為每一條都係台灣珍貴嘅樹種，更加重要嘅係每一條都係兩公婆共下親樹同細樹苗變做大樹嘅。這棵是我培育扦插的小苗，然後長成這麼大了。對，3年的時間長那麼大。哇，好。所以大家認為說檜木長很慢，其實是根系的問題。真的。該根系啦強，自然都會抬頭啦。該嘛可以用誒。哇！一走進來我就一直找，我培養的樹苗在哪裡呢？然後那種成就感實在是沒有辦法，而且那種喜悅感沒有辦法去用言語來形容出來，看到就非常開心的笑。這棵小蘭，這棵黃花，你看這兩葉是不一樣。啲吳正勇同樹位共下嘅商業地度，講嘅係人對樹位嘅照養。其實唔是多講，樹位咪教人對生命嘅體驗觀察，還有同自己心來對話。人生短短啊，樹嘅壽命比一啲蟲幾多百倍。你一家種冇幾多條啦，你那到熱島人未種吼，都種係熱島樹嘅，看到人嘅辛苦，看到人嘅辛苦，你一家都體會你就嚟啦吼，大家。認真來認識樹嘅，好好種樹嘅，有問題進來。吳江花行啲路巷，看起來就係一位平凡嘅阿伯。不過講到種樹嘅，臨時就變做專家嘅吳正勇，因為佢有責任感嘅，堅持要為土地上嘅子子孫孫種一條又一條嘅樹嘅，變做一棵生多洋洋嘅樹苗。感謝熱切為一塊土地帶來福氣嘅吳大哥，為其他台灣嘅綠色造福力量更來更強。下段節目，我哋會聽聽花蓮偏鄉嘅小朋友共下去上園藝課，看看那一條喺園藝活動當中，並下壓力表現最爭鬥嘅小朋友，啲嘅做乜嘅呢？兩位係聽聽進來哦。
中学应该是成人的一日当中最欢喜期待的事情。不过，唔係每一個成人呢，喺中學過後都做得到咁多溫暖嘅活卡。嗰所花蓮鳳林嘅迎親社區出現了特別嘅皮托班，第部嘅先生就像係成人嘅下課過後嘅爸爸媽媽，係成人嘅安心又安全嘅話課。一開始會成立這樣子一個陪讀班，只是因為我帶了2個孩子進到部落裡面來，小朋友說你家好好哦，有桌子可以寫，所以他們就進到我們家裡面來一起寫功課。一開始其實只是這樣子而已，後來就無心插柳，然後就變成這麼多孩子。雖然皮托班用心皮等成人嘅做課後輔導，甚至請義工，能夠開成人嘅有興趣嘅才藝課程。不過後媽媽總係知道，同有對成人嘅之間還係衝架嘅一撮橋，冇辦法了解成人嘅個心。我想找一些方法，不一樣的方法去接近孩子，因為我發現國中生你可能可以坐下來跟他聊天跟談心，可是面對國小生你沒有辦法坐下來跟他聊天跟談心，他不知道在講什麼，你也抓不到任何的重點。就我其實可以普遍觀察到，我有幾個孩子可能狀況比較不優，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去切入跟他們聊天，可能也因為小，我覺得倒不是反背，是因為小不知道要說什麼，不知道怎麼去表達他自己。後媽媽講嘅無強用嘅方法，就係願意付出療育課程。嚟當後期，先生會為亞群需要人特別照顧嘅成人呢，設計樣嘅一課程咯。今天上的課程是帶孩子到田裡面去種植他自己喜歡的一個蔬菜。那今天的課程主要是要讓他們就是親近土地，就是讓他們在田園之間去找到自己。去青青老師那邊領苗跟工具，好不好？要從這邊拿，這樣子拿，它苗才不會受傷。好。成人呢雖然乖乖排吹，去兩菜苗同產呢。唔過先生還蠻教大家用嘅種菜苗，差唔多所有人就3萬斤啲嘅野土咧。做乜嘅先生都唔去主動呢？他們失控的狀況比第一次還好，他們第一次是更失控的。第一次本來也是預設說讓他們種植就是蔬菜，可是那一天幾乎整1小時半都在挖土。然後挖那種很大顆的石頭出來。那時候有跟陪讀的老師聊，然後就有聊到他們那一陣子的狀況，就課業壓力啊，還有在學校上課的狀況，就是他們的身心靈狀態是比較緊繃的。然後我們就聊說，哦，那就讓他好好發洩。所以第一次去田裡面種田的時候，他們是從頭到尾都是在挖掘東西，就很像在我自己看啊，他們很像在找自己。當真就像先生講嘅，成人呢啲專心敬業，一段時間過後，就像係釋放壓力。故所就有成人呢開始點靜下來，專心種菜嘅，還有成人呢展現呢本人想都想唔到嘅創意。你在說水果？大石頭，為什麼有大石頭？不是啊，換成這間啊，不用。陳建明，這是什麼？植物的家。哪裡是植物的家？你可以比給我看嗎？給它以後就沒有。那裡面是什麼植物？辣椒。辣椒。所以你有開一個洞，要讓它長大就對了。那你澆水了沒？建明？澆啦。澆了哈。好。這邊是我澆水的地方。李老師。然後嘞，澆完水以後嘞，蓋起來。請問你的橋叫什麼名字？石器時代強化版。你超有想象力。你把它打幾分？挖幾刀？等一下。看着我講打幾分？89分。我們在帶活動的過程當中，會有很多意外產生。那其實我們相當樂見這些意外的發生，因為這些意外都是孩子在展現他自己真實的樣貌。至於他有沒有完成種植這件事情，其實就不在我原本設立的主要目標。就是如果說他在他的生活或者是在他的課業上有遇到一些沒有辦法用言語表達出來的事情，我們都可以透過親近自然或者是種植植物去轉化掉心裡面的一些負面情緒。
所以我们操作的重点都是让他们乐在参与。可能唔會疑乎，安尼嘅課程對成人嘅感情更會有幫助。更皮等觀察成人嘅好媽媽感受又係樣嘅呢？我去上這樣課程之後，我發現可以透過種植這個東西，開始跟孩子聊，他慢慢會把他自己的壓力、跟他的狀況、跟他家裡的困難，會慢慢告訴你，更進一步的去了解孩子。就像好媽媽嘅想法同樣，每一個成人呢，就像係發現地度嘅一類寫法。雖然每一類寫法都會用心關懷同照顧，不過人就唔得用自己嘅規矩去限制成人嘅發展，而係用大自然嘅包容，本成人呢實現成長嘅空間，成人呢將有機會開展出本人想象唔到嘅驚喜。咁數個講奇蹟。生下來嘅長花兒，又會帶本唔乜嘅客家詞彙嘅意外驚喜呢？菜瓜一個差唔多每個菜園都會出現嘅詞彙，唔啲佢做得變做長嘅花兒作品嘛？菜瓜按樣嘅展現無窮樣嘅長花兒呢？昌小薇唔但唱喺台灣嘅華語舞王，還出過比賽嘅下擺，俾外國人看到也優秀表現。大家好，我係昌小薇，今日老豆仔做嘅係菜瓜布哦。今天要用菜瓜布來插花，是不是很特別呢？剪成我們要的海綿塊，你看剪好了，是不是它有一個微笑的臉，很可愛？好，那今天我就把這個海綿就把它放進去，看花器的大小。我們可以多放幾塊。好，今天我要用的材料裡面有牡丹菊、新點木，還有火龍果、紐扣菊、海芋。像這些花怎麼搭配呢？首先，我用這個漂亮的牡丹菊桃紅色的來做設計。好，先用這個牡丹菊先去做一個這樣的一個焦點，把它插在絲瓜裡面。利用它這個洞口，可以插一些花進去。牡丹菊用好了，我再插一些我的要的海芋的線條，因為它有吃水，就比較僵硬。如果你要讓它有委婉的話，我們用手上的手溫稍微讓它折一下，要的角度它就會柔軟。先把我的大小先把它抓出來，要的弧度。如果它的口徑不夠大，我們可以用手指頭先稍微去把它拉一個洞口出來，才可以插進去。那也可以用剪刀稍微把這個剪一個洞，然後把它這個花就可以插進去固定，它就不會倒。因為這個花可以看四面，所以我前後都會有花。那角度給它調不一樣的角度，就比較活。好，再來我就用點葉子，新點木，紅花要綠葉襯哈，一樣，就襯一點葉子。用菜瓜布擦不會輸那個海綿。好，然後再來我就點綴一點我要的小菊，這叫紐扣菊，嘿，是不是很好玩啊？用這個。好，完成嘍！今天用絲瓜做的作品叫《絲絲入扣》，希望觀眾喜歡。生活喺一個自然環境漸來漸少嘅時代，人愛用嘅重新尋轉同社會嘅連結，全心照顧那愛嘅生命，也係一段自我療癒嘅過程。人愛尋到同自然還有土地最親密嘅連結，感受到唔講話每本人溫暖嘅綠色照顧力量。尋轉點親，每做的尋轉同生人嘅共用快樂嘅心情。